大家好，歡迎翻到嚟我嘅頻道，我係 Bobby 仔。今集呢，我哋會講一個好有話題性嘅問題：人類係咪真係可以喺火星上面生活？呢個問題呢，唔單止係科學界熱烈討論嘅焦點，亦都係好多人茶餘飯後嘅熱門話題。一講到火星，相信好多人都會即刻諗到科幻電影入邊嘅畫面。人類喺一個紅色星球上面住喺透明嘅圓頂屋，着住好型嘅太空服，仲有好先進嘅科技幫手種菜過生活。又或者大家會諗起 Elon Musk 講到嘅 SpaceX 點樣嚟緊可以送人類上火星，建立一個全新嘅文明。不過呢，究竟現實同電影裏邊嘅畫面，或者大家夢想裏邊嘅畫面爭幾遠？我哋今日一齊研究下火星生活係咪真係咁容易？又或者係咪根本係天方夜譚？首先咧，點解我哋會覺得人類喺火星係一個可能嘅事？好多時咧係因為流行文化同埋傳媒咧俾我哋嘅印象。電影《火星任務》入邊 Matt Damon 一個人咧喺火星嗰度種薯仔，靠自己嘅聰明才智生存咗落去。呢啲畫面咧係好吸引，俾人覺得火星生活咧好似係一個好浪漫、好刺激嘅冒險。甚至有人可能會覺得地球有咁多問題，有污染、戰爭、氣候變化，火星就好似係一個後備計劃，好似一個全新嘅家咁。但係現實係咪真係咁簡單？好多人都有一個誤解，覺得只要有錢有科技住喺火星好似搬去外國咁容易，係一個遲早會實現嘅夢想。其實火星同地球嘅環境差別係好大嘅，當中嘅挑戰遠遠唔單止係靠錢同科技就可以解決到。首先，火星嘅環境呢個係一個好大嘅誤解。好多人就以為火星同地球差唔多，只不過係一個比較乾旱、比較冷嘅地方，可能好似撒哈拉沙漠或者南極咁。但係火星環境其實同地球完全係兩個世界嚟。好似火星嘅大氣層其實係好稀薄，只有地球大氣層嘅1% 密度。仲有95% 係二氧化碳。火星上面嘅氧氣基本上可以話係零嘅，因為只有大約0.13%。你係唔可以好似喺地球咁行出街吸一口新鮮嘅空氣，因為你會即刻窒息。其次就係火星嘅氣溫其實係好極端，平均係零下60度，有啲地方夜晚仲可以跌到去零下140度。仲有火星上面好多塵暴嘅。有時可以覆蓋住成個星球添，持續幾個月，攞走你嘅太陽能，甚至磨損你嘅設備。所以火星上面呢啲咁嘅條件唔係單純話我哋有科技就可以輕鬆解決嘅問題。有啲人可能會話冇問題啦，Elon Musk 話我哋可以喺火星建一個圓頂城市，裏面有氧氣、有暖氣，仲可以種植食物，過一個好似地球咁嘅生活。呢個係一個好普遍嘅幻想，但實際上要建立一個圓頂城市嘅技術同埋成本係一個天文數字。首先，火星嘅大氣壓好低，圓頂係要承受內外嘅壓力差，材料同設計係要極之堅固。如果唔係一裂開就全軍覆沒。其次圓頂入邊嘅氧氣點樣嚟？地球運氧氣過去，成本可能係高到你唔敢相信。或者你可能會話，可唔可以用火星嘅二氧化碳轉為氧氣？理論上係得嘅，但目前嘅技術，例如 NASA 嘅 MOSS 系統，只可以好慢咁產生少量嘅氧氣，遠遠係唔夠一個社區用。仲有圓頂城市要完全自給自足，包括食物水能源都話要靠自己。呢啲技術喺地球都未完全成熟嘅，咁點樣喺火星可以實現到？講到食物呢度亦都係一個好大嘅誤解。好多人都受電影嘅影響，覺得喺火星種菜好簡單，揾啲火星嘅泥土加啲水同肥料就可以好似 Matt Damon 咁種薯仔啦。不過現實係火星嘅土壤同地球係完全唔同，佢係含有好多有毒嘅化學物質，會危害人體嘅健康。如果要用火星土壤去種植就首先一定要清洗同埋處理。但係呢個過程係好複雜，仲要用大量嘅水嘅資源，而喺火星上面，水嘅資源係極之珍貴嘅東西。
火星嘅水分布唔係集中喺一啲大嘅湖啊或者大嘅河流入邊，而係埋藏喺地下深處嘅冰層，或者係一啲非常稀薄嘅鹽水溶液。要將呢啲水抽出嚟咧，係需要大量嘅科技同埋資源。而且即使可以抽出嚟，呢啲水大部分咧係含有高濃度嘅有毒化學物。呢啲化學物咧係對人類咧係有毒嘅，飲咗會中毒，種植物咧都會受影響。所以火星上面嘅水咧唔係好似地球開水喉就可以飲嗰種水，而係要經過極度複雜嘅過濾同埋處理，先可以安全咁使用。仲有種植食物係需要陽光㗎嘛，但火星嘅陽光其實係比地球弱一半，好多時仲有塵布呢個遮擋啦。咁大家可能要靠人工光源，但呢啲係又要大量嘅電力。不過其中一個最大嘅挑戰反而係點樣持續咁供應肥料同埋維持穩定嘅收成，因為一旦收成失敗，可能就會斷糧，又冇得叫外賣。總之喺火星種植食物遠遠唔係大家想象中咁簡單。仲有一個好重要嘅問題就係維修同埋維護。喺火星，所有嘢都要靠自己修理，壞咗嘅零件冇得即刻網購喎，又冇師傅可以揾到喎。而且好多設備都要24小時運作，一旦出事就可能會好危險。所以去火星嘅人除咗要有專業知識，仲要樣樣都識啲。除咗環境同埋資源嘅挑戰，仲有一個好多人忽略嘅問題，人類嘅身體同埋心理適應力。喺火星生活唔係只係環境嘅問題，仲有你嘅身體同精神點樣去應付。好多人以為只要有太空服同一個安全嘅住所，人類就可以好似喺地球咁生活。呢個係錯嘅。火星嘅重力其實只有地球嘅38%，而長期處於低重力嘅環境，大家嘅肌肉同骨骼就會慢慢退化，心血管系統都會受影響。喺國際太空站嘅太空人已經證明咗，長期低重力係會對身體造成長期損傷，又或者永久影響嘅。而火星嘅重力雖然比太空站高，但係可能都係唔夠支持一個長期嘅健康生活。心理健康亦都係一個大問題。喺火星生活，你唔係住喺一個風景優美嘅地方，而係一個孤立、單調、危險嘅環境。你同地球嘅通訊有大約20分鐘嘅延遲，你同家人朋友嘅聯繫會好有限。你可能要同幾個隊友長期困喺一個細小嘅空間，面對壓力、孤獨同埋恐懼。其實喺地球都試過做呢個模擬實驗嘅，亦都已經顯示好多參加者係會出現抑鬱、焦慮，甚至產生衝突添。大家試諗下，你唔可以隨時同朋友傾偈，唔可以行街食飯，連望下大自然嘅機會都冇。呢種生活你真係捱到幾耐？講到呢度亦都有可能有人話冇問題啦，科技進步咁快，過多幾十年呢啲問題一定有解決方法。呢個又係一個好普遍嘅誤解，以為科技可以解決一切。科技係好重要，不過唔係萬能。要喺火星生活，唔單止係技術嘅問題，仲有經濟同埋倫理嘅考慮。建一個火星殖民地，成本可能高達數萬億嘅美元。咁呢啲錢係點樣嚟？係咪真係值得將咁多資源投放喺一個咁高風險嘅計劃，而唔係用嚟解決地球本身嘅問題？例如氣候變化或者貧窮。仲有就係倫理上係咪真係咁公平，俾一小撮人去火星開創新嘅生活，而地球上嘅大部分人仲要面對各種危機。頭先有提過啦，另一個誤解係以為火星係一個後備地球，萬一地球出事我哋可以搬去火星。有啲專家就話呢個想法仲係好天真嘅。首先，火星嘅環境遠遠比地球嘅最惡劣地區仲要惡劣。就算地球變成一個好差嘅地方，火星都唔會係一個更好嘅選擇。仲有火星殖民嘅規模同埋時間遠遠超乎我哋嘅想象。即使SpaceX 嘅計劃真係成功，喺未來幾十年能夠搬去火星嘅人數可能只有幾百甚至幾十人，遠遠唔夠形成一個真正嘅後備文明。同埋火星殖民嘅成功率好低。初期嘅殖民者可能要面對極高嘅風險，包括輻射、設備故障同埋未知嘅健康問題。呢啲風險
唔單係單純靠勇氣或者樂觀可以克服。講到輻射，呢個亦都係一個好多人忽略咗嘅致命問題。火星係唔同地球嘅，佢咧係冇地球嘅磁場保護嘅。宇宙輻射同太陽輻射就會直接打喺星球嘅表面，同埋咧，原來火星上面嘅輻射量係地球嘅100倍以上。長期暴露喺高輻射環境裏邊係會增加癌症嘅風險，損害神經系統同埋影響生殖健康添。輻射咧又唔單止危害人體咧，亦都會咧損害電子設備。宇宙射線咧係可能導致電腦系統錯誤、數據損壞或者硬體故障。因為喺地球磁場同大氣層就幫我哋擋住大部分嘅輻射，但係喺火星你咧就需要住喺一個好厚嘅屏蔽住所，又或者甚至要喺地底裏面生活。但係呢啲方案又會增加成本同埋技術難度。仲有去火星嘅旅程本身都要暴露喺高輻射環境入邊，單程可能要6至9個月，已經對人體造成好大嘅傷害。咁講咗咁多挑戰，係咪代表人類完全冇可能喺火星生活？其實都唔係完全冇希望。科學家同工程師真係有好多創新嘅想法，例如 3D 打印技術可能可以用喺火星嘅材料建造上面，減少運輸成本，或者開發更高效嘅能源系統，例如核能，去解決呢個電力問題。仲有就係有啲人就話基因工程可能幫到我哋去改良呢個植物，令佢哋更適應火星嘅環境。呢啲技術其實仲係處於早期階段，呢啲咁嘅方案距離真正實用可能仲要幾十甚至幾百年嘅研究同埋投資。講到尾，點解我哋要咁執着喺火星生活？好多時係因為人類嘅好奇心同埋探索精神。火星代表一個未知嘅領域，一個挑戰我哋極限嘅機會。不過與此同時我哋其實係需要保持呢個理性，要明白現實嘅限制同埋代價。火星生活唔係一個短期內可以實現嘅夢想，而係一個可能需要幾代人努力嘅長期目標。亦都有人認為與其將火星當成一個逃避地球問題嘅方案，我哋不如將更多精力放喺保護地球，解決氣候變化、資源短缺同埋社會不公嘅問題。地球係我哋唯一嘅家，至少喺可見嘅未來係冇其他地方可以取代佢。不過又咁講，我覺得正正係因為好困難，先至更加值得我哋去克服。因為喺克服呢啲困難嘅過程中，我哋好可能會發展出好多新嘅科技，而呢啲科技最後都可以用翻喺改善地球上嘅生活同埋問題。例如研究點樣喺呢個火星惡劣環境嘅種植，可能可以幫助我哋應對地球嘅氣候變化；研究點樣循環再用資源，又可能可以幫助我哋解決地球嘅環境問題；研究點樣喺極端環境生存，可能幫助我哋面對未來嘅挑戰。好，希望大家聽完會有新嘅想法，對火星生活有更真實嘅理解。唔係話我哋要放棄夢想，而係要用更科學、更理性嘅態度去追尋喺火星生活。去火星聽落好有型、好浪漫，但背後嘅挑戰同代價遠遠比我哋而家想象中大嘅。如果你有咩諗法同埋問題，歡迎喺下邊留言同大家分享。記得 like 同 subscribe， 支持我哋繼續探討更多有趣嘅話題。我哋下次見。